妖我有恩惠，有怜悯，伊赏赐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要永远纪念伊的约，伊的手所做是诚实公平，伊的教示拢是确实，是永世代坚固的，是照诚实正直设立的。伊向伊的百姓施行拯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既若照安尼行的，才有聪明。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01首来学了上帝。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请起立吟全首。请委员徛咧，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室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亚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罗营府。第3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感谢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14篇。也是诗篇46篇，我来起，请兄弟来用。上帝是咱的避难所，
咱会气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野涌哗吼，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哗吼，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一间站长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咱同心来祈祷。今仔日是受难周的中秋主日，纪念耶稣基督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来行伊各各他受难、受顶十字架的苦路。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将主耶稣赏赐予信伊的人，救赎阮有罪的世间人，用伊十字架顶的宝血洗清阮满心的污秽甲重罪，通得到救赎，袂沉沦，会得到永远活，以听世间教安尼。感谢主，愿上帝的话语引带阮跑走天路的历程，甲阮同在，甲阮相同行，刚强阮的心智，加添阮的气力，互阮通得到何等的完全，何等的奇妙的救恩，互阮亲近你，通得到内心的平安甲罪赦。求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来强读上帝话语，记得旧约以赛亚书43章16节到21节。以赛亚书43章16节到21节。耶和华伫大海中开路，伫大水中开路，互马、车、兵丁、勇猛的人拢出来，因做一个倒落去，袂过起来，因灭无，亲像失去的火。耶和华你讲，恁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胆地发现，恁兼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山里的走兽要尊重我，山狗甲刀鸟也要安尼，因为我互旷野有水，互沙漠有河，通互我的百姓，我所敬的啉。这个百姓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要保养我的名声。今仔圣歌队要赞美是超越的恩典，超越的恩典。
咱即条要请台南新人医老师宋老师，甲咱分享伊今日的题目是抗疫开道路，抗疫开道路。咱三甲来祈祷，拥有超过阮所想象、阮所需要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有超越的恩典，要帮助阮逐人通过你的信息，阮要得到帮助，也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不管是讲的也是听的，平平得到你的祝福。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大家人来到上帝的殿，咱拢有平安。总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咱要看见一个伫2500-2600年前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咱要看见以色列人伫迄个时阵怎样无平安。若是我安尼讲，可能有人会问讲：传道，你安尼讲像会怪怪，为什么？因为今仔日的经文看起来亲像袂歹啊。因为上帝讲，伫旷野要开道路，伫沙漠要开江河。安尼上帝的即个信息，敢毋是真水、真好吗？为什么你要讲以色列人真无平安？原来，咱拢知，以色列历史内面有真重要一段历史，就是伫所罗门王结束伊的统治了后。整个以色列分裂变做北边以色列国有10个支派，南边有一个南部犹大国有2个支派。这2个分别出来的国度的国家，后来咱拢知，这个北边10个支派，这个北边以色列，互这个亚述帝国来攻破；南边的这个犹大国。也伫无久的将来，也互即个巴比伦来攻破。伫即个耶路撒冷城互巴比伦人拍倒的即个时阵，其实有真侪犹太人互掠去到伫巴比伦的所在。所以因不只是因的躯体受到毁坏，也是因阁有人互掠去到远的所在，伫迄个青云的所在，因过了真痛苦的生活。所以咱就要来想，咱要来思考。今仔日这段经文其实是出现伫什么时阵？出现伫当以色列人互掠去到伫巴比伦，因下当有机会要转来到伫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阵，伫因要转来进前的一段经文。若是安尼，咱要来想，到底若是有机会，咱会当转去家己的厝、家己的家，咱曾经捌互人掠去到远的所在，有机会转来到家己的厝、家己的家。到底是欢喜还是无欢喜的代志？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有的人甲我同款，会感觉讲，若是有机会对方受掠的国家，转去到原本上帝所应允迄个老米的地，若是有机会会当转去，应该是一件好代志啊。为什么因会感觉心肝头有不安，会惊吓？原来，伫迄个时阵，咱会通想象。其实，以色列人因对出埃及了后，经过旷野，经过沙漠，过红海，搁伫即个旷野当中打败原本的即个迦南地的住民，因进入到即个老密的地的即个时阵，因不止有家己的土地，因阁有家己的国家，因经过士师的时代，经过即个所罗大必，啊，阁有所罗门王的时代。因辛苦起造一个国家，这是上帝予因极大的恩典。总是，这个恩典，伫外口的人来攻击因的时阵，这个恩典全部拢无去。因的躯体受到毁坏，因逐礼拜所敬拜的这个圣殿嘛受到毁坏。咱来想想，感谢主。咱教会有送2位优秀的青年来到台南神学院，其中公司有担任着即个神学系所的即个代表。伫今年的暑假，又带整个台南神学院即个师生去到伫即个小南川的所在，
咱拢知过去伫北北风灾，小林村是一个受到真严重灾害一个所在。坦白讲，我个人嘛是伫今年的暑假第一遍去到伫小林村，徛伫迄个所在，你看到一片土石暗条的，你知伫即个土石的下面有真侪的人待伫迄个所在，有真侪的躯体待伫迄个所在。因伫小可悬的所在起一个小林村的纪念馆，伫五里埔的所在。因起即个纪念馆内面会放上过去小林村即个街头的即个影像，啊，佮有伊的声音。过去因伫小林村所有生活的即个状态，拢显现伫即个小林村的纪念馆。当阮的师生看到即幅图的时阵，阮的心也真艰苦。阮的流目屎，阮想，若是倒来看伫阮家己的厝体，若是小林村是我家己的厝，看到我家己的厝毁坏伫即个所在，到底我倒来看到这个情况是欢喜还是无欢喜？所以以色列人当因的厝体受到毁坏，各项掠去到伫巴比伦的所在，咱嘛会通想象，其实真侪以色列人。咧面对因家己的故乡，毋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第二，因不只是厝体受到毁坏，因该经历迄个人甲人分离的痛苦。就亲像今年伫2月份，咱咧过年的时阵，伫台南的所在发生不幸的代志，就是台南的大地震。我的太太团导娘。伊也是伫即个大地洞内面，伊有16个学生，伊所服侍的即个学校有16个学生，住伫迄间维冠大楼。2月6号，大楼倒去；2月7号，我陪我的太太走遍所有的病院，去敲找遮个学生。阮知所找着学生虽然无济，总是阮也阁有望，期待讲遮个学生拢会当找出来。后来16个学生有5个过身，其中有一个，伊的妈妈是外籍配偶，因2个人相依为命，所以当因妈妈呆死伫即个土石的内面，伊就敢若剩伊一个人。另外一个学生过去伫我服侍的即个实习的教会，曾经捌带青年去即间学校来带即个短宣队，阮有服侍其中一个学生。伊是伫一个弱势家庭长大，阮服侍即个学生，但是因兜不幸，6个人有5个人拢过身去。活地迄个人是伊的阿姐，伫外国咧读册，转来到伫台湾，伊看到即个影像，伊的心凉去，因为看到即个影像，伊讲一句话，伊讲：我连我厝内底的人一张相片拢无。所以伫迄个时阵，阮就将过去阮所摄影翕伊的小弟伫学校的活动，伫学校的相片，阮就即个相片交互伊，伊足欢喜，因为这是因兜所有的回忆所剩的一幅图。咱会当想象，人甲人咧面对即个分离的即个痛苦，其实是真大的背叛。所以以色列人因伫迄个时阵。伊毋是简单爱忍受因家己的家园受到毁坏那定，因阁爱去忍受有个人伊互掠去到伫巴比伦，是必须爱甲伊厝内底的人分开，因为互掠去的大部分拢是勇壮的人嘛，留伫即个所在，就是摆骹袂行，也是已经破病破寿的人，所以因需要经历迄个分离的痛苦，咱会通来想象，到底面对即个过去。因所徛在的即个家园，因用什么款？因会当用什么款的心境去面对？所以台南市长有咧想讲，要伫维冠大楼原址重建，真侪人反对。为什么？因为大人看到维冠大楼迄块土地，就想起家己有亲人伫迄个所在死去，迄个所在成做一个伤心的记号。所以咱会通想象。以色列人咧面对即个国家互毁坏，因所敬拜的圣殿互毁坏，
因搁互人掠去到伫巴比伦的所在，即块土地也成做因一个伤心的土地，搁无打紧是安尼。才互掠去的以色列人，其实有真侪人无愿意转去到家己的厝、家己的家。为什么？若是咱看历史来讲，以色列人伫主前606年第一遍即个圣殿互毁坏，但是伫主前538年，因第一遍转去到以色列，中间有经过偌济年？中间经过70年的时间。也就是讲，遮个人互掠去到伫巴比伦，因要转来进前，已经经过70年。70年的时间，讲长无长，讲短也无短。因为70年的时间，有可能第2代、第3代，甚至是第4代，而且子孙拢已经出来。若是要叫因转去到原本家己阿公、家己阿祖所徛起的厝，因敢愿意转去？我嘛咧回想。我家己的族谱，有一遍有机会转去到故乡，阮阿公所住的所在，伫高雄的美德，阮规个庄社全部拢姓宋。去看族谱，较知原来我是宋家第26代的子孙。26代伫阮阿公的阿祖，迄个时阵对即个郑成功来到台湾，伫高雄立底山伫遐开垦。我咧想，若是有一天，我的阿公甲我讲，阿友啊！无咱转去到迄个较早吼，咱祖先徛起的所在，伫对，伫中国的漳州啊，安尼敢好？我想，我第一个回应应该是毋好，毋免讲遐尼远，就讲若是有一天我的阿爸甲我讲，陈友，无咱转去阿公遐，咱去高雄，咱去美德的所在，咱去遐重新拍拼，重新开垦，敢好？我想，我嘛会讲无好。因为我的厝、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的工作，全部拢伫台南的所在。我会想讲，安尼我敢有愿意，搁转去到迄个青云的所在？而且以色列人，因转去到以色列，毋是转去翘脚捻喙手，逐工坐伫碰椅看报纸呢。以色列人因转去到以色列的所在，因是爱伫迄个互毁坏的城墙内底，重新起造敬拜上帝的圣殿。是对无到伫有的即个变化，所以坦白讲，有真侪以色列人真无愿意转去，而且因知要转去的迄个所在，已经有其他的民族咧反对因转去，所以咱会当来想，以色列人因要转去即件代志是欢喜还是无欢喜？我相信逐个人可能会感觉讲，有可能因会无介意。要转去到以色列，因为因所要面对迄个不安、迄个惊吓、迄个可怕的未来是无知的，所以对着这感觉心内真惊吓、真可怕的这以色列人，上帝差派先知以赛亚，用今仔日这段信息，要向这以色列人来分享什么？甲因讲，你毋免惊，毋免惊。过去我是恁祖先的上帝，今仔日我是恁的上帝。伫未来，我也要继续成做你的上帝。所以，上帝通过这段经文，要重新互以色列人去敲找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弟兄兄弟姊妹，咱也要通过今仔日这段经文来看，到底上帝怎样来应允以色列百姓，也怎样互以色列百姓用什么款的态度？回应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真简单，敢若几节尔。第16节到第17节，遮讲耶和华伫大海中开路，伫大水中开路，互车马兵丁勇猛的人拢出来。因做一个倒落去，袂阁起来，因灭无亲像失去的火。大家看到这段经文，会当想起什么代志？我相信大家人看到这段经文，就想起上帝伫这个所在，甲以色列人讲起一段以色列较早前经捌出现的历史。什么历史？就是因对出埃及到伫红海进前，上帝所予因的一个恩典。
伫遮讲耶和华伫大海中开路，伫大水中开路，什么意思？上帝伫即个时阵，伫因心肝头真惊吓、真不安的时阵，伊开始亲像搬一块连续剧，搬一块连续剧，互这以色列人看。搬什么货？伊先甲因讲前情提要。咱拢知，咱若要看连续剧，拢爱先看什么？昨做过啥嘛？吼，今仔日要做啥？明仔载要做啥？所以伫即个所在，上帝也真趣味，伊用一个前情提要，甲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恁无伫惊无伫论，为什么？因为曾经当恁对出埃及的时阵，到红海的头前，迄个时阵也是恁曾经上可怕的时阵，上惊吓、上不安的时阵，总是我帮助恁。伫迄时阵，咱知以色列人出红海、过红海的即个过程，是上帝极大的恩典，敢毋是？以色列人伫到红海的面前，因知后壁有啥物？有追兵，头前有海，变做讲啥物？前无步，退无路，迄敢毋是因人生上惊吓的时阵吗？因真无简单，对埃及出来，但阁要互后壁的兵丁来约着，迄是因人生上困难的时阵。总是上帝伫遮甲因提醒，甲因前情提要，讲恁阁会记得伫恁上惊吓、上不安的时阵，我安怎带恁出埃及无？所以上帝互因重新来体会，上帝互因亲身来回想过去上帝安怎用伊的恩典，真做以色列人的帮助。上帝搁一遍提醒这以色列人，讲我是上帝，我就是互迄个无变做有的上帝，我就是互迄个绝望变做有望的主宰，但真真实实要教恁伫地。咱知有前情提要。上帝搬即出去，敢有讲前情提要了后，个谢谢收看？无哦，今仔日的经文无伫前情提要个谢谢收看的。上帝讲吼，耶和华安尼讲，恁唔通纪念前的事，也唔通想早时的代志。伫第18节的所在安尼讲，所以上帝提醒以色列人，咱前情提要了啊，但是咱总是袂当一直看前情提要嘛。我相信咱在座各位兄弟姊妹，无人咧看连续剧是一直看前情提要，然后个谢谢收看嘛。无人逐工拢伫遐看前情提要，咱拢爱啥物？拢看前情提要了后，咱该看精彩的内容。所以上帝伫即个前情提要了后，甲因讲：各位兄弟姊妹，你唔通一直想过去的代志啊，咱无咧一直看前情提要。上重要是啥物货？上重要是刷落来，咱要发生的代志啊！所以上帝不止搬一个前情提要，互这以色列人看，上帝佮亲身甲以色列人讲，这个精彩预告是啥物货？精彩预告的内容伫19节到20节，伊讲看，我要做一件新的事，大家发现，恁敢唔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上帝亲身甲这以色列人讲，不止我是恁过去的上帝，我是恁的主宰，是互即个绝望、惊望的上帝。即个上帝不只是安尼，嘛不止爱这的以色列人来回想哪定，伊爱以色列人不止看较早的历史，也爱想刷落来未来。所以上帝有甲因前情提要，也甲因精彩预告。咱来思考，若是有一出电影，甲咱放前情提要，佮甲咱放精彩预告，这有啥物意义？一出电影啦，甲咱讲前情提要，佮甲咱讲精彩预告，伫咧即个广告进前，甲你讲精彩下段的预告，我想敢若一个意义，啥物意义？就是爱咱每一个即个看到的人，拢爱安那继续看下去嘛。趣味的是，上帝伫即个所在，无爱以色列人干那继续看下去哦。上帝伊亲身对即个电视的内面，行到电视的外口。上帝安怎做？上帝要亲身邀请这以色列人，成做即出戏的主角。伊甲这以色列人讲前情提要，也甲因讲因的未来精彩预告。
伊亲身出来，邀请遮个以色列百姓讲刷来，恁就是主角，恁毋免惊，前情提要我也甲你讲啊。啊，刷来要发生的代志，精彩预告我也甲恁讲啊。所以恁只要好好信靠我，信靠上帝，以色列人就会通得到帮助。所以上帝互即个以色列百姓看前情提要，也互以色列百姓看精彩预告。伊不只爱以色列百姓干那看，伊甲以色列百姓亲身去经历。所以19节讲，看我要做一件新的代志。但是第21节，伊讲，这个百姓是为我，这个百姓是为着家己所做的，要保养我的名声。上帝讲，这个百姓是为着要保养我的名声，是啥物意思？就是讲，不只啊，这个百姓会当看，伊甲这个百姓会当亲身参与伫上帝这个伟大的工作的内面。那是安尼。各位兄弟姊妹，咱需要来反省，看讲到底上帝要爱遮以色列百姓去学习什么款的代志？第一，上帝爱以色列百姓会当反省过去，展望未来。反省家己的过去，展望未来。上帝毋是无爱人去看过去所发生的代志，毋是。伫今仔日，咱的经文，上帝个亲身带以色列百姓去回想较早伫出埃及所发生的代志，敢毋是？总是上帝上重要爱以色列人学习的，毋是简单去看过去所发生的代志。上重要是爱遮以色列百姓会当安那，会当知影过去发生遮的代志背后的意义是啥物货。背后的意义，敢毋是因有一个永远的瓦壳，就是咱的阿爸爸嘛？爱遮以色列百姓知，过去我捌带恁经过即个红海，毋是未来我也要带恁经过红海，毋是，是过去我捌带恁经过红海，因为安那？因为我是恁的阿爸爸上帝。未来伫恁拄着困难，头拄有讲，即摆以色列人已经拄着困难，因感觉不安。未来伫因拄着困难的时阵，伊也爱以色列人会当倚靠上帝去经历这段历史。所以，咱会通想象，就是每一遍若是有做过兵的查甫人，就知。我嘛共款，做过兵的查甫人，若是做伙组织、做伙的时阵，上爱讲啥物代志？做兵的代志，对，有人讲对，做兵的代志。啊，若是讲了伤过头的时阵，即个个有人会提醒讲啊，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会当来想象哦，为什么查甫人上爱讲起做兵的代志？因为一个查甫要对即个少年囡仔到伫变成做大人的即个过程，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的时阵嘛。什么时阵？就是做兵的时阵啊。做兵的时阵，迄个对毋敢变做敢，迄个对毋捌变做捌，迄个对较早拢是爸爸妈妈甲咱奉胎，到伊即摆爱家己学习，啥物货拢家己来，伊爱开始去经历伊过去所无经历迄个代志。所以，即个代志，即个过去所无经历，当即个少年的查甫人对一个成熟的查甫人，即个转变的过程，伊会开始去回想啊，过去即个真欢喜的代志，就是伊对毋捌到捌，伊对袂晓到会晓，伊对毋敢到敢，即个过程，互伊感觉真欢喜、真骄傲。所以查甫人自执的时阵，拢真爱讲起过去做兵的代志。总是时间一过，对家己的身体哪来哪衰微，咱渐渐袂记得伫当初时去做兵的迄个欢喜、迄个热情、迄个心志。咱敢若去想起过去迄个记忆，咱袂记得伫迄个记忆的背后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会当帮助家己时时刻刻、常常去谨慎去面对毋知影的代志、会惊吓的代志，互伊家己感觉不安的代志的迄个时阵，伊会当
试看卖迄个热心。所以我会记得，我的牧师有甲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伊讲有一间教会真少年的教会，因讲伊嘛有一个真少年的牧师。因教会起做大概50年的时间，因的牧师当来到教会，就发现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所有兄弟姊妹拢知的问题。什么问题？因的教会无大，细细啊，真细间，总是因买一台真大台的钢琴，真水的钢琴，亲像咱教会的钢琴安尼共款。因放伫教会礼拜堂厅的正手边，所有的人拢知。这台钢琴放伫这个所在，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路线。要安怎解决？真简单，就是将这台钢琴对正手边刷到倒手边，安尼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总是无一个人去刷叮当，为什么？因为这台钢琴对教会开始就放伫遐。所以当这个少年牧师伊来到伫这间教会，伊想讲，这个代志就真简单嘛。咱就是将这个钢琴对倒手边刷到正手边就好，所以这个牧师伊个真辛苦吼，佮流到规身躯汗，家己伫遐刷钢琴，安尼刷对正手边，刷到伫倒手边。隔天透早做礼拜，迄长老来一看，牧师，你哪会当家己伫遐刷钢琴？这钢琴比你伫遮的时间佮较久呢？你刷钢琴哪会无经过阮中级的同意啊？就安尼，这个牧师甲这个长老有冲突，了后这个牧师离开这间教会。我伫这个所在讲起这个故事，毋是要苛刻牧师甲长老，什么人对，什么人毋对，毋是。总是我相信伫当初时，这间教会的信徒。咧买这台钢琴，咧起做这间水的礼拜堂的时阵，因的心肝头所欢喜的代志，毋是这台钢琴放伫倒一边嘛？因的心肝头所欢喜的代志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互阮会当奉献，会当起这间水的礼拜堂，也互阮会当存有够额的钱，买一台水的钢琴，我要用这台水的钢琴，要来服侍阮的主，阮的上帝。总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背后的意义，慢慢变成做是一个形式。所以，逐个人敢若记得讲，这钢琴就是要放伫正手边，袂当放伫倒手边。这个形式慢慢深刻伫逐个人的心内，拢袂记得伫起头，这个教会兄弟姊妹所欢喜的代志，是因为因会当买一台水的钢琴。所以，伫这个时阵，以色列人伊也伫。受到上帝的提醒，上帝提醒安那，毋通干那想过去所发生的代志嘛。未来上帝所应允因的这个，也是所予因的这个 miracle， 这个奇迹，也是上帝所予因的这个恩典，无的确是拢一定爱过红海嘛。总是迄个背后的意义，就是上帝是咱的主，敢毋是？上帝要带咱经过。心内的沙漠甲旷野，敢毋是？上帝伫即个所在，伊用即个前情提要，用即个精彩预告，要以色列人讲话，讲你毋免惊，你毋免惊，因为我过去是恁的上帝，未来也是恁的上帝啊，敢毋是？你毋通干那想过去的代志，过去的代志，迄个记忆虽然重要，但总是记忆后面的迄个意义，更较重要，敢毋是？第二，上帝爱以色列人学习什么代志？上帝爱以色列人学习对绝望变成做愿望，对绝望变成做愿望。咱拢知头拄仔，咱已经有分享过，以色列人要转去到伊家己原本上帝所应允因祖先迄个老米甲老尼甲老米的即个土地。其实毋是真侪人真爱转去，为什么？因为伫因的心内底有惊吓，伫因的心内底有不安，伫因的心内底看即件代志是无可能会当发生的代志。所以上帝通过以赛亚先知，将即段愿望的经文，要交互以色列百姓，甲因讲：你毋免惊吓，毋免绝望。我靠上帝
会当导到对绝望行做毋望。所以伫即个所在，经文20节又讲，互沙无有水通好啉，要互什么人？互上帝的百姓，互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实际上，上帝伫即个所在是要清楚甲以色列人讲，我就是恁的上帝，恁毋免一直伫绝望的中间，毋免互你的困难一直无限上纲。面对咱的上帝，咱相信绝对无虾米款的困难是大过咱的上帝所无法度来控制的困难。所以咱毋免互即个困难无限上纲，毋免小看咱家己的上帝。我回忆过去伫我实习的阶段，有一个真水的记忆，伫即个所在，我也要甲大家来分享。当我还阁是新学生的时阵，我有去到伫一个嘉义真偏僻的一个古拿川的所在，遐个人拢叫拿来。我伫迄个所在伫遐实习，我看见迄个所在的欠缺，因有啥物款的欠缺？我伫迄个所在实习，第一遍要去到伫教会，行毋知路。为什么行毋知路？因为太过偏僻，连 Google 地图拢找无。当我到伫迄个所在，看到迄个状况，要食早顿无早顿，要食中昼顿无中昼顿，要食暗顿无卖暗顿的所在。你若要食物件，就是你会当开车15分钟去到伫泡煮，或者是家己行路40分钟去到伫泡煮，伫迄个所在有物件通好食。真偏僻、真丧乡的一个庄社，伫遮的人，真侪人其实对未来无盼望。遮的青年大多数伫因毕业了后，拢会离开即个庄社。我住伫长老的厝对面。有一个阿公，逐工我看伊伫遐绑迄个蚵仔壳，因为伫即个庄社内面，毋是绑蚵仔壳，就是做事。我看伊逐工伫遐绑蚵仔壳，伊对透早3点开始绑到下暗10点。伊安尼一月日，我甲问伊会当趁2万外箍。我想，遮辛苦的工课，确实对少年人来讲是真艰苦。所以，遮少年人因真无愿意。要继续留伫即个庄社，伫因毕业了后，拢会出去找因家己适合的头路。即个教会的人数无济，全部坐甲甜就是50个人，总共20户。一年的经常费，因的开销有算是100万，总是因每一年的有算拢无达到目标。因为拢奉献无到100万，这个庄社看起来像是绝望，像是困难，像是已经无未来的庄社，总是上帝恩典伫这个庄社发生。我去到伫这间教会，因起一间新的礼拜堂，开费偌济？3000万，3000万因靠着会友的奉献，还佫有过去伫即个所在大汉遮的少年人，因若有机会转来到因家己的教会，因就会奉献。因靠着安尼奉献，因无去外口募款，无募款，因也无往银行贷款，就安尼靠着即个大家奉献，因总共收到3400万的奉献。总是即间教会并无诞生，即间教会因将开费3000万了后所剩的这400万，因将这个钱轻轻的去看倒一间教会需要，因将这个钱佮帮助别人继续起做教会。在我来看，这间教会虽然细间，总是伊是细间的大教会，因为伊的心胸、心胸。互我有真大的反省甲学习。当初是我去到这间教会，看起来亲像无未来。总是当我踏入去，伫因临时的礼拜堂厅，这个人咧做啥物？这个人
邀请愿意去到因庄社教钢琴、教麦仔恁的老师，伫遐教因规庄的囡仔，摇麦仔恁、弹钢琴、弄鼓，甲因培育。平常时拜一到拜五，阁有课辅班。整个学校的学生拢来到伫教会。有一遍我问其中一个家长，我讲，姊妹为什么你愿意互你的囡仔来到教会？伊讲较早拜日我拢会转去阮后头厝，但是我即摆拢无转去啊。为什么？伊惊伊家己的后生一天无来，佮对袂着大家的进度。所以这间教会看起来，伫客观的环境内面，伊亲像就是绝望，因为无未来。总是伫这间教会，我看见伫无未来的迄个时阵，就是上帝应允的开始，敢毋是？就是上帝恩典的开始，敢毋是？所以伫迄个时阵，我有真大的反省。伫迄个所在，我看见遮个人，我问即个长老，我讲长老，教会遮偏僻，伫即个遮偏僻的所在起一间遮大间遮水的礼拜堂，但是这囡仔未来可能大汉拢搁出去，咱到底起即间礼拜堂有啥物意义无？长老敢若讲一句话，伊讲虽然即摆人数无济，总是未来。上帝要引带这间教会到什么款的状况，因唔知。总是因敢若知一件代志，就是伫因还阁有气力的时阵，因愿意继续为着教会来奉献，为着教会来付出，为着后一代因陪伴心，要继续互这个信仰传承落去。所以这个故事真做一个真水的故事，各位兄弟姊妹。这敢毋是将绝望带远到伫远望的上帝，所予这间教会兄弟姊妹有一个真水的回应吗？伫这个时阵，咱也要互相鼓励，互相勉励。这个水的回应，袂当干那真做是回应，要真做是真实对咱家己的未来有帮助的意义。咱的上帝敢毋是同一个上帝？我相信上帝帮助这间庄脚的教会，上帝也教咱同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人三甲地地，敢毋是？今仔日上帝伫以色列人面头前搬一出戏，甲因讲前情提要，佮甲因讲精彩预告，邀请以色列人做伙参与伫上帝恩典内面，邀请因不只是看。搁爱实践，去领受上帝的恩典。伫今仔日，上帝通过这段经文，也成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生命的前情提要。我相信咱每一天所读的经文，成做咱真实生命的精彩预告。今仔日，上帝亲身对荧幕的内底，行到荧幕的外口，要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鼓励。检彩真做基督徒，毋是出去拢袂碰着红灯。检彩真做基督徒，有可能行路嘛会跌倒。检彩真做基督徒，伫人生的内面，有时阵若参像无一帆风顺。总是真做基督徒有一个上好、上大的恩典，就是参像咱今仔日圣歌队所吟的诗共款。超过咱想象的恩典，甲咱三角地地，帮助咱伫迄个绝望，伫迄个看无见未来的所在，伫迄个困苦，也是伫迄个艰难的时阵，伫迄个面对要选择的情形下面，上帝要确实，真做咱的帮助。所以咱今仔日的周报内面嘛有讲，雅各书的分享，凡事着互主引带。咱拢知，虽然听起来、讲起来简单，总是做起来困难。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容易袂记得上帝恩典的人。今仔日是棕树主日，大家人拢知。棕树主日就是以色列百姓伫遐喊和散那，万拢会用
万军的王。当因迎接耶稣基督坐驴仔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的时阵，迄阵人伫遐喊和散那的迄阵人，敢毋是甲3天后伫遐喊讲定伊是谁家？迄阵人一模一样吗？这以色列人真容易袂记得上帝恩典，其实无干那是因，咱也同款。咱讲咱凡事就互主来引带，总是真侪时阵，咱袂记得上帝恩典，咱袂记得原来咱即摆所拥有的，全部拢是对上帝来的。所以，毋望这段经文会当帮助咱每一个人，包含我家己，也是同款。当咱面对这种种的困难，亲像以色列人，因要转到迦南地，因的心内底惊吓不安的这个时阵，这段经文也咧安慰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无甲上帝，咱无干那甲上帝讲咱的困难有偌大，咱也学习甲咱的困难讲，咱的上帝有偌大。三甲的祈祷。互阮会当时时刻刻倚靠，也互引带阮的阿爸爸上帝，伫你的面前，阮不只来忏悔，因为有时阵，阮是健忘的人，阮袂记得你的恩典，需要通过你的前情提要，阮较会当去回想过去上帝。你一直甲阮三甲伫地，通过你的精彩预告，甲阮鼓励，互阮知，伫未来，上帝毋是干那活伫过去，也帮助阮面对未来的每一个时刻。虽讲伫阮的头前有困难，虽讲伫阮的头前有时阵，阮会拄着迫迫的代志，拍开周报。看到阮的大岛事项，有遐尼侪兄弟姊妹，伫各方面有欠安、有欠缺，阮的心也毋甘。阮知，伫即个毋甘的过程，阮唯一会当倚靠，就是阮的主上帝。恳求你真实成做阮的帮站，真实成做阮的倚靠，互阮无亲像以色列人共款，阮会当时时刻刻不止回想。迄个过去的精彩提要，也会当用信心来行过你已经应允阮要发生的精彩预告，将阮家己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伫即个时阵，容阮我用淡薄的时间来介绍台南新学院。徛伫即个所在，大先我个人爱表达我真大的感谢，再感谢。为什么？因为伫过去，我去年伫新学院毕业，留伫台南新学院。但是过去伫5当前，我曾经有捌来到伫桃园教会，迄个时阵发生一本311大事大地震即个代志。伫迄个时阵，我有来到伫即个所在请安报告。有得到教会的牧长，还佫有咱兄弟姊妹真大的帮助，所以过去这5年到伫今仔日会当佫转来到伫即个熟悉的所在，我心肝头真欢喜，也真感谢咱的教会愿意，互新学院会通来伫即个所在，大家来报告、来请安。也感谢咱桃园教会有送2位真优秀的青年，有正风，也有公社，来到伫学校的所在。伫遮受到装备、受到操练，未来因也会当成做一个真优秀的牧者，去到伫逐所在会当帮助更较侪的人。伫即个所在，我代表台南新学院短短来介绍阮即摆的现况。台南新学院其实是伊的前身是1869年就开始对迄个甘伟林牧师、李秀牧师开始有一个传道书的养成班，对迄个时阵开始。阮豆豆有一个台南新学院的雏形出来，所以伫1874年
阮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块土地，就是即摆的新老病院、台湾教会公报社，还有台南城下院即块土地，伫迄个所在，通过即个巴克勒牧师，伫迄个所在开始台南城下院即个西式大学的教导开始。吼，这是台南城下院即摆的现况。也因为最近拄好公视有一块影片叫做《一把青》，伊是借台南城下院来拍片，所以因有帮阮做一个免费做一个修缮啦，吼，因来拍片因为安尼最近来学校的观光客的人数哪来哪济安尼，吼，这是巴克勒牧师。巴克勒牧师伊伫16岁的时阵有写一个献身文，就是1865年的时阵，伊写伊家己的献身文。写了后，每一年伫伊生日的时阵，伊就家己签名。当伊结婚的时阵，甲先生娘两个人做伙签名，到先生娘过身，剩伊家己一个人，伊继续签名。吼，即个原告，阮有对巴克勒牧师的旁系，因为伊家己无后生啦，吼，阮有张瑞雄牧师，伊去到伫英国的所在，对伊的孙仔的孙仔的倒一辈，安尼找到即个献身文的所稿。伫2-3冬前，阮将即个手稿，巴克勒牧师亲笔写的即个手稿，摕倒来伫台南神学院。即摆放伫即个台南的即个奇美博物馆，伫迄个所在，阮拜托因帮阮做一个保存啊，因为这纸容易腐去。但是即个献身文也诚做阮每一个新学生的帮衬，所以阮逐冬有新的学生入来到学校的时阵，因爱写家己的献身文。我相信正风嘛有一张，公社嘛有一张，我嘛有一张。到即摆迄张献身文，佮放伫我家己的桌顶。即个献身文也提醒每一个传道人，咱毋是我靠家己，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毋通骄傲，需要谦卑再谦卑。好，这是2014年黄章惠牧师，黄章惠牧师是台南神学院第一任的台湾人的院长。伫伊的经营的下面，台南神学院较有开始有即摆遮图书馆、颂音堂的即个规模出现。所以伊上大的贡献就是这处境化的神学，也是阮台南神学院所有学生爱学习的一个课程。过去阮学校曾经，阮的图书馆是东南亚一个上大间的神学图书馆，阮的藏书量是6万本，总是这册哪来哪济。阮即摆已经放超过7万本的册，所以咱拢知这册真重，放伫学校的图书馆其实是危险的即个代志啦吼。特别伫即边即个台南大地东，阮的图书馆也诚做阮的重灾区吼。等者有图片会当看，阮所有即个天棚搁即个册柜吼，全部拢倒了。即个册也因为册柜倒去吼，有真侪真重要的册拢受到即个毁坏。所以阮即摆一直咧做即个册复原的工课。毋忘伫今年开始，阮有期待讲要起一间新的图书馆，伫旧的吼。伫旧的图书馆，这是旧的透明，即间是旧的图书馆。我毋忘伫后壁要起一间新的图书馆，甲即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档案馆，要起做伙，会当诚做一个以后若要研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会当来即个所在做真好的研究的一个所在安尼。硬体改变啊，阮将即个学校恢复参像即个。黄宗辉牧师伊个真意爱讲，这学校校园应该爱参像英国这牛津大学共款，足侪草坡。所以阮将这个停车场刷位刷去伫围墙边，将这个草坡重新甲铺起来安尼。也做这个树木的医护的工作啦。这是罗汉青。因为伫要倒所以阮用一个铁架甲伊挺掉的。毋茫讲伊会当。经过这风台也袂受到损坏安尼。这是学校300年的樟树。因为其实学校是甲一个暑假买的一个花园啊，所以伫学校内面有真侪即个树啊，拢比学校的历史搁较久。这张樟树300年，阮搁有一张迄个200多年的即个鸡蛋花。所以伫即个学校内底阮也。做真侪遮的工课，椰林大道的整修，因为阮咧整修椰林大道，学到这100几年的桩啊，阮就将个桩啊捡起来伫
巴克的图书馆的遗址边啊，吼，阮做一个静思的平台，啊，将伊放伫即个所在，吼。啊，这是阮的原本嘛是停车场啦，吼，啊，即摆拢改做即个草坡绿化即个环境安尼。咱拢知影台南有一个知识馆伫，迄暗时这火拍落真水，啊，这是阮台南新学院暗时的即个火，吼，阮嘛将伊用了水水啊，互即个附近的人暗时来到新学院，不止啊安全，吼，也会当欣赏过去甲台湾历史真有关系的即个校园。吼，这是暗时。啊，伫即个软体的改变吼，就是阮学校也一直有即个新学硕士班吼，阮用即个英文咧上课吼，新学硕士班。啊，阮嘛有甲即个世界基督徒大会即个组织有做一个合作，就是阮有收即个国际学生，啊，这真特别。即个世界组织因伫全世界有3个训练的所在，第一个就是欧洲的即个荷兰，啊，第二个伫南非伫非洲的南非，啊，第三个就伫亚洲个伫台南新学院，哦，所以阮有真侪对即个第三世界来的即个传道师也是牧师，吼，因伫即个所在继续受到装备。啊，目前学校也为着这立案咧准备啦，吼，阮毋望讲今年底或者是明年，阮这立案就会当通过。明仔载是阮的院长甲阮的基金会董事长需要去教育部来报告。啊，因报告了，教育部就会阁有一个会刊的时间来台南新学院看了后，若是 OK， 安尼立案的即个的同意书给落来啊。吼啊，所以嘛为着阮台南新学院立案来祈祷，吼，明仔载是阮学校真重要的关键。吼，院长要去教育部来即个报告。啊，特别立案了后，阮计划吼未来要真做一个传道师的训练，因为即摆阮的大学硕士班是3年啊，啊，总是其实阮拢知3年的时间对我来讲，我家己本身嘛感觉无够额。哦，3年的时间你要学真侪的物件，其实时间是无够，所以阮毋望讲立案了后，阮就会当配合即个文学硕士，吼，就是你若要真做一个传道人，会当来学校读4档的时间。啊，第4档，阮毋望会当甲咱的即个伙伴教会当来合作啦，吼，就是讲，譬如讲第4档，即个学生伊应该拜1、拜2伫学校上课，啊，拜3到礼拜会当伫一间教会安尼伫遐实习安尼，互伊稳定有即个教会生活，将来伊要出去真做牧者的时阵，伊的心袂遐惊吓，因为伊有先去实习过安尼吼。啊，我嘛得到即个骆维道老师吼，骆一德牧师，伊伫台南新学院的帮赞，所以台南新学院也积极推动即个新圣诗啊吼。啊，今仔日看到咱教会也唱新圣诗，所以阮心内足欢喜。吼，感觉讲咱桃园教会真正是一间新有咧改变的教会，充满着活力吼。啊，这是国际的讲师，就是罗伊多牧师，啊，搁即个宋传成牧师。阮也有新的即个国际的讲师，这是达特特甲贝蒂，吼。啊，搁有邓开福老师，搁有即个赖信道牧师啦，吼，拢是阮新来的老师，所以阮即摆积极咧充实即个台南新学院的即个师资群，吼，毋望讲互即个教授群会当愈来愈健全。啊，阮即摆也栽培真侪学生去国外读册。当下转来有一个刘立人传道，伊当下对菲律宾转来，伊学的是即个图书馆学系，吼，毋望会当伫即个图书馆将伊创学搁较好势，互即个做研究的所在会当搁较国际化。啊，阮即摆也有2个学生伫国外咧读册，啊，因转来嘛会当真做阮的师资。啊，这是阮办公室的团队。啊，这是就是头拄逐个人报告讲，因为这2月份的即个灾害啊，就是地震，影响阮整个即个图书馆吼，是一个重灾区哦。这天棚规个拢摔落来吼，啊，这册吼倒了后，有的册甚至拢跌歹去，啊，所以也继续为着阮遮的图书馆重新起造的代志来继续为阮祈祷安尼。啊，阮嘛有拄着困难吼，亲像咱头拄信息内面所讲，学校嘛有学校的困难，学校嘛有学校的抗压，因为阮大部分65%的即个奉献，拢是经过咱会友的奉献，所以阮
院长也常常甲阮提醒啊，伊讲一年要医护即个新学院的经常费吼，除了学生的学杂费收入了后，佫需要另外拨款3600万。院长讲伊每一工这目睭一开开哦，一天开伊就爱想讲今仔日10万伫地安尼。所以继续为着阮学校的奉献来祈祷。我呢筹找100间的伙伴教会，一年会当用3万、5万还是10万来奉献。未来我差不多有讲，就是阮会甲伙伴教会来合作，将这未来要成做传道书的这学生会当送去到伙伴教会，互伊伫迄个所在成做一个实习的传道。往即个方向来努力啦吼。搁我要筹找1000个男神之友，一月日毋免坐，就是500块，为着阮奉献安尼，成做阮的男神之友。要逐个人来感谢啦吼，来募捐，请教会也会当，若有优秀的青年，也是信徒会当，若有意愿要加入伫即个专职的服侍的即个工课内面吼，来邀请教会会当上遮的人来伫学校读册。嘛会当成做阮的伙伴教会甲男神之友。以上报告，多谢大家。咱过来吟圣诗，圣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起立吟全首。请黄传进执事、小宋执事来书献。
请起立吟奉献的诗。伫报告的大声，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金句，上帝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有所书3章20节，请上帝话行做搬过，咱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有所书3章20节。上帝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以有所书3章20节。来看周报的第一面。后礼拜的侍奉的人员，请你家己来关心。第二周间的聚会，伫第2项相连团契，本来定伫3月23日，3月23日有要做这个户外的灵修，因为后礼拜这礼拜，拄今仔日起是受难周的开始，所以受难周今仔日拄是2月12春分，今仔日是春分，旧历是2月12，过3天到2月15，2月15就是月圆，月圆的各过的这个礼拜，月圆的这个礼拜，就是咱所算的受难周。所以拄好23是受难周的当中，所以咱这个相连团契的活动、户外的灵修，由原倒转来咱教会7楼，做室内的灵修。至教所顶边有问我讲，外国人的这个受难周，甲咱台湾有共无？我有请教这个新人医教育的老师，伊甲我讲，共款，算法甲咱台湾所算的这个受难周的算法是共款，就是春分过去的迄个礼拜，月圆迄礼拜就是受难周，所以拜3月圆，拜5就是耶稣的受难日，过过的拜6礼拜，过来迄个礼拜就是耶稣的过活，就是咱所讲的过活节。来看第3面，因为受难周的关系，所以咱家庭小组改做伫礼拜堂。咱来看先看第8面，过活节的活动第8面请来看
3月23拜3暗7点半是秀兰酒的培灵会，咱有请王方舟牧师来主理。王方舟牧师是现时苗栗礼坛教会的牧师。3月24拜4暗时7点半，秀兰酒培灵会的第2天，要请大溪教会胡宏志牧师来甲咱培灵。3月25拜5暗，秀兰日的分区联合圣餐礼拜要伫嘉南教会来举行。3月26暗时7点，咱教会有青年礼拜举行圣餐式。3月27礼拜早时，头头讲的，就是耶稣搁活者的赞美礼拜。好，咱倒转来第4面，咱小组有真济大道的事项，请咱来关心，搁来大道。第6面是奉献的明细，若有订单的，请你甲执事来接协。来看消息的报告。拄宋老师有讲嘉义的古南教会，咱遮有一个古南教会来姊妹，伊听到古南教会，我直直甲伊注意看，伊阿妈棍寸长长伫遐咧看呢，伫遐咧听呢。一个与有荣焉。为什么讲与有荣焉？一个教会，阮顶个月有10几个去因的教会聚会，阮顶个月有10几个去因的教会聚会，因的教会是伫田中啊，改建甲足水，聚会40-50人，也有法度去每年的收入敢若100万，有法度去3000万的教会。确实实在，上帝祝福满满，上帝恩典满满。若无哪有可能讲一年才100万的收入，3000万，都爱30年呢？爱收入30年，拢毋免开销，安尼才有法度去一间教会呢？所以上帝恩典祝福满满，祝福满满。这个姊妹伊就听宋老师安尼讲的，与有荣焉，与有荣焉。来，咱来看消息报告。本主日是中秋主日，秀兰酒的开始，请兄弟备办心，甲主同心同行苦路，并参与秀兰酒的活动。中秋节的这个介绍内容，请你家己来看。本主日3月20，今仔日是台南新人院奉献的主日。欢迎宋老师前来请安分享，并且报告学院的近况。咱的单团队去到孤山寿山教会请安，请咱也为这个事来关心代祷甲奉献。请咱第2项，中昼12点半要召开野外礼拜第1次的行政联席会议，参加的人员有关怀部、传道部、行政部甲干事。下晡1点半要伫705的会议室召开行政部的会议，请以下人员出席参会，敬请省略：陈祖德、嘉珍、李文佳、李碧清、张碧君、罗建成、莫桂英、王依礼、施丽华、郑武同、财务部长林章祖。3月26日下晡4点半要召开财务部的部会，请财务部员来出席参会。下主日是3月27，就是国外节。中昼12点半要伫702会议室召开奖学金的审查会议，请这委员你来参与。下晡1点伫702的会议室召开传道部的部会，请传道部员出席参会。中执会的公告，礼拜服侍联系网的名称甲功能修改的说明，请家己来参与。国外节活动，咱头拄讲过，报告过吼。掀过来第9面，
4月24是咱一年一度的野外礼拜，要伫淡水的真理大学来举行。请你赶紧来报名。这内容请你来家己来看。2016年青少年暑期青年的营会，要伫7月初5到初8，拢总有4天3暝，要伫远东科技大学，就台南市新营市中华路49号。4月到6月份的这新安宫读经已经来啊，请你到6楼来领取。告解消息，3月26拜六，就是这个拜六，平安园要有联合礼拜。相关的这个兄姐，你家己来看这个报名4月19日，德中妇女部关怀的旅行，要伫新德中会当时长老教会来灵修，甚至要到当时的林场来踏青。新德中会相联部的活动，才有几啊项若有要参与的，请你家己来看以上也补充。顶礼拜台东京城教会有来咱遮募款，还佫有义卖，若有订这个设计的兄弟，请你到6楼来领取。今仔日就爱甲领，无去囥久，可能干事无法度甲你保管要甲你食去是哦。好啊，食去嘛是食袂遐济啦。好。来，多谢传道部呼吁讲，3月23，咱2天，3月23、3月24的培灵会，请咱尽量来参与，请这个陈组长长老来补充报告。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传道因为伫秀山教会伫遐去请安啦，所以特别由我来代理咱大先也是感谢上帝恩典，差派中心的罗卜，宋传道伫咱的中间，拍扑欢迎，对台南到这个所在为咱分享这个台南神学院的状况，咱继续来关心这个神学院是栽培这个传道者真要紧的这个学校，所以咱大家拢较支持，特别是来关心这个学校。为因来带导神学院我遮有2项要补充报告。头一项就是咱这个对这个礼拜开始是受兰州大家甲耶稣基督同行这个十字架道路，所以咱的生活拢会真严肃毋茫讲咱兄弟姊妹特别伫这个咱有培灵会拜3开始，拜3、拜4拜5是联合圣餐大家拢来参加这个邀请，因为咱的观念拢是注重这个。圣诞节，耶稣的诞生总是呢上重要的是受难，耶稣为咱钉死十字架国我，耶稣若无为咱钉死，咱的罪就袂当有赦免。耶稣若无国我，咱就无新的活命。所以这是比圣诞节还较重要的节日，所以咱希望兄弟姊妹拢来同心来参加这个培灵会来装备。第2项要报告就是这下个礼拜4月24咱要去真理大学。咱这个报名到3月31。若兄弟姊妹也要来报名的请你赶紧来报名。咱要准备这个车辆，要来办这个保险，请咱大家来配合来合作。这是我来介绍新的朋友。这个新的朋友是吴义莹兄弟，伊是这个高林教会吴慧媛姊妹的亲情，咱请他起立。大家来拍扑来欢迎，欢迎！今天嘛在当兵，在做兵，继续来为关心，为来带导，以上报告。念上营386首，上营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
请起立吟全首。请陈长老来祈祷。将阿堂同心来祈祷，慈悲疼人的天父上帝，阮感谢有你，今仔早起阮奉你的名，伫你的圣殿伫遮来做阮早起礼拜。主啊，求你的恩典，也差派你忠心的罗幕，宋老师伫阮的中间，伊今日分享的信息，伫旷野开道路，来互阮真大的勉励甲鼓励，互阮知影讲上帝你的慈爱，你的疼痛有够阮所用。阮伫即个所在，献上我的感谢，也求你祝福台南神学院，互因即个教育中间栽培侪侪遮个神学生，栽培遮个真侪牧者，伊伫即个规个台湾，伫即个牧会中间，助力来引带因，来带领因，互阮的信仰会当得坚固。阮感谢有你，愿天父上帝的疼痛，耶稣基督恩典。圣神的上通，甲阮正兄弟姊妹三个弟弟，特别保守大陆神学院因的教育，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一圣乐队祝歌。电乐灭岛。
请陈组队长老来举行平安礼。咱大家请起立。你边仔的人就讲，上帝听你，我你平安。